可能你每個週末都會北上消費，但係切切實實喺一個地方生活，同去度假係唔同㗎。今集我會好貼地咁樣同大家分享一下灣區真實嘅生活狀況。如果你正在計劃，或者你身邊有需要嘅朋友，記住分享呢條片俾佢哋啦。我哋事不宜遲，依家即刻去片。首先想同大家講購物，大家對網購應該一啲都唔陌生。喺呢度更加係大至一件家私，甚至係小至一嚿廁紙，你都可以上網買㗎，而且仲會有專人送到去你門口。有朋友仔可能會擔心，如果我買凍肉，會唔會送到嚟會有溫差嘅問題啊？我嘅建議就係大家要揀一啲信譽比較好嘅商鋪，因為佢哋一般都會揀一啲質素比較高嘅物流公司，例如順豐咁樣。我自己嘅經驗就係我買咗大約1 kg 嘅凍肉，佢哋用咗一個發泡膠箱，裡面放咗4嚿冰種，而每嚿冰種有我一隻手掌咁大㗎，所以個溫度 keep 得好好。話晒我都係一個精明嘅師奶仔，我發現一啲日用品，例如係樽裝水、清潔用品、紙巾等等，喺網上買係比去實體超市係平少少㗎，因為始終實體店可能要俾鋪租同埋上架費。因為我係帶埋呢個小妹妹一齊嚟灣區生活㗎，佢每一日都要食新鮮嘅肉，所以我每一日都會同佢一齊去買一啲新鮮嘅肉俾佢食嘅。我喜歡珠海嘅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因為佢嘅綠化比率係超過50%㗎。而且佢大部分地方都係寵物友善，所以我每日朝早就可以同佢一齊去草地嗰度玩，玩完就帶埋佢一齊去商場裡面嘅超市嗰度買餸。話晒我都係一個香港土生土長嘅女性，即係簡稱港女。我係非常之討厭去街市買餸㗎，因為我覺得好污糟。但係呢度嘅超市就啱晒我啦。你睇下，地方又大又闊落，而且仲有好多新鮮嘢買㗎，牛肉、豬肉、雞肉，連新鮮嘅鴨肉都有得賣㗎。呢度嘅工作人員非常之親切友善㗎，佢會問你想點樣煮，會介紹唔同嘅部位俾你，而且非常之均真。例如我唔想要嗰啲肥肉或者筋位，佢會幫我切走咗之後先至磅俾我㗎。係咪要俾個讚佢哋呢？話明貼地，梗係要俾大家睇下價錢啦。科爾森係中國內蒙古一個非常之出名嘅草原，呢一嚿科爾森牛肉262克，賣緊38個2毫4。跟住大家睇下呢個菜心，大家都係300克，大家個產地都係中國，都係喺超級市場賣。喺珠海呢邊賣緊3個9毫9，而喺香港係要賣成20蚊啊！講完物價就講下大家都好關心嘅住房問題。喺呢度生活基本上唔可以同互聯網脫節，所以揾樓基本上大家都會喺網上揾樓嘅。例如呢個貝殼網或者58同城呢一啲 APP 都比較多人用嘅。我喺網上隨意揾咗一啲資料俾大家睇，例如一個2房單位600幾尺，一般2000幾蚊已經有好多選擇啦。喺度提下大家，呢度有一個潛規則，就係你第一次睇樓嘅時候都要留低你哋嘅聯絡電話號碼。一般第一次帶你去睇嗰個樓盤嘅經紀係會負責晒成個樓盤嘅事宜同埋成交，所以如果你睇完個盤冇耐，再揾第二個經紀帶你去睇嘅話，俾佢知道你已經睇過，佢對你嘅態度應該會好冷淡。所以我建議大家第一次去睇樓嘅時候，唔好一時衝動，貿貿然去揾一個經紀，最好由相熟嘅朋友介紹，一嚟可信度高啲，二嚟嗰個議價空間會大好多㗎。我想講下呢度嘅物管公司服務真係非常之到位。一般公共地方淋花、洗地、清潔，日日都會做之餘，連停車場個地同埋我屋企門口嗰個走廊嘅地，每一日都會拖地㗎。呢度嘅居住面積平均都會比香港大，作為一個港女做家務咪好辛苦。大家放心，我唔會刻薄自己嘅，所以呢個掃拖機械人絕對係我嘅好幫手啊！除咗機械人之外，定期我都會揾翻一個真人嚟幫我做一個深度清潔㗎。平時我哋叫嘅鐘點姐姐，呢度叫做家政姨姨，大家可以喺美團、大眾點評呢一啲網絡嗰度揾到好多公司㗎。我隨便上網揾咗啲資料俾大家睇，一個90平以內嘅單位，一般普通嘅清潔3個鐘頭，大約需要114蚊。所以就算間屋再大，清潔嘅煩惱應該都唔會好大。講完女士們關心嘅清潔問題，就到男士們關心嘅題目啦。喺呢度養一架車要幾多錢？我用2024年嘅數據做咗一個比較俾大家睇下，分別係入油同埋叉電嗰個價格嘅分別嘅。一般時租停車場市區收費大約5蚊一個鐘，偏遠少少嘅大約3蚊一個鐘。而且好多大型商場唔需要有任何消費，都會免你1個鐘甚至係3個鐘嘅泊車優惠㗎，所以唔需要為咗個泊車優惠夾硬買一啲無謂嘅嘢返屋企。所以喺呢度養車都唔會有太大壓力㗎。至於有毛孩嘅家長，應該都好想知道喺呢度睇獸醫會唔會係天文數字啊？呢個小妹妹啱啱嚟到珠海嘅時候，我帶佢睇咗一次獸醫，做咗一個簡單嘅身體檢查，同埋擠咗一次肛門腺。大家估唔估到我埋單幾多錢呢？我俾3秒時間你哋估下。答案就係30蚊啊！佢哋收咗我10蚊掛號費，另外20蚊就係醫生幫佢擠肛門腺嘅費用。另外獸醫診所都有幫狗狗沖涼嘅服務㗎，細狗仔都係收24蚊一次咋。所以喺呢度生活，人同狗仔都唔會有太大壓力㗎。
最後少少總結就係我自己嚟珠海住咗短短幾個星期，已經親身感受到點解珠海可以成為最宜居嘅城市，因為呢度嘅幸福感真係滿滿啊！希望大家都喜歡今日呢條片段，我哋下期再見，拜拜。